来关心股市，这台股拜二开价走价早盘了后，就一直跌，最后收伫咧26756点，落691点。台积电是落40块，收伫咧1405块。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讲到，美国晶片产业多数走向台湾，不过因为这关税政策呢，强调晶片产业这业务短期内拢会回来到美国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台湾厂商若去到美国设厂，面对困难也有风险，无排除会引起股市的震动。十月台股表现，青顺顺的盘面，恐惊让互投资人心内一沉。加权指数开价行价，以27310点开出，不过过1点钟，盘幅继续扩大，最后收伫上低点26756点，盘691点。宽达股台积电以1435块开出，中场收伫1405块，盘40块，惊险收掉1400块大关。分析师认为 AI 概念股呈现起势回动，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释出的晶片消息也造成股市不安。在美国投资不见得会成功，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，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两难。你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行。那到最后啊，我们可能整个半导体业就会被它拖垮。好，所以这个风险当然会造成我们现在在股市上会有动荡的。那消息面影响台股10倍，会当讲多数的亚股也拢无。韩国大幅超过3%，日股重破1000点，连带影响台股波动变大。专家分析，为川普的言论来看，台湾半导体关税税率可能被收低。We had 100% of the chip industry. And then they left. They went mostly to Taiwan and South Korea, but mostly Taiwan. And they have almost 100%. And we're going to have,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,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. 对川普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，前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除了表态支持，也认为台积电去美国投资对全球未来有利。另外，基辛格也认为当前 AI 无过度投资，不过台湾要注意这个问题。You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have a resilient energy supply chain, and that I think puts your entire industry in a very precarious state. You need more energy resilience in Taiwan if you'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the economy of Taiwan. 基辛格表示，未来 AI 发展要观察能源供应，敢会当抵着投资速度，建议台湾要提升能源韧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